好在5月开始就要来报税啊！今年呢，这政府是来推出5大减税措施，包括这基本生活费是调到21万3，也那当缴特别扣除额也提悬到18万。也毋过民众却认为讲，这中产阶级呢，真正是上界惨的，因为好康的全部拢付袂到。或者是来分析讲，现行呢，这扣除额的制度是对袂到通货膨胀的速度，所以政府应该爱赶紧来调整。 在车内底买菜人算盘跌个真响，因为5月就要报税，爱搁交一笔钱。今年政府也推5大减税措施，包含基本生活费提悬到21万3，减税利息129亿，当缴特别扣除额提悬到18万，减税利息差不多10亿，也搁有学龄前幼儿特别扣除额扩大年费，人工城市医疗费立即扣除放零，加赈灾基金会专案关钱用立即扣除。 但是问题是，外面的便当就是一年比一年，甚至半年就涨一次啊，你也没办法，还是要吃啊。通膨其实不用报税，平常就很有感的啊。就是跟去年其实差不多的。怎么说？就是没有，其实民生消费是上涨的。那可是我们薪资没有上涨。那时候像你讲的，它的税负无感啊。 不少人烦恼减税措施早就好，通膨怪兽食费根本无感觉，各网友试算，一年收入60到80万，要达到中产阶级标准，一元爱交7000到1万7的税金，加上每个月食饭交通过路费顶3万，每个月敢能欠2万，怨叹是中产阶级。我们都要等到通膨就较上一次调整，然后已经累积达到3%。 那我们才会去调整那些金额。那另外就会是我们在调整金额的时候，也只有就是大概5、6项的金额，它会跟着通货膨胀调整。税法在制度上面的设计，要减轻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租税负担，那它其实是永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。或者解税，税制内底免税额、扣除额是固定金额，会互通膨先一步食掉，亲像115年报税，全超关基本生活费。不过一般人的税额甲扣除额早就比21万3较济，所以根本是无感觉。建议全面检讨制度，包含降低调整砍斩者的限制，才会对着时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